你巴肚咧枵哟？啊？哦，袂输咧单雷公咧，规个叫旁拢听着啊啦。来，你来，跟我来。哇呀，要做事，这忝到要死，领嘛一个我韩钱，请到无重要，我甘愿遐夭寿。你若春晚要饿死吼，无人救你有法的啦。啊！感觉会枵？你无讲啊？好，安尼吼，我带你来去台北大饭店食好料的。这就是台北大饭店啊。